当时修建的这个公元7世纪修建的布达拉宫的样子呢，在史书中记载啊，可以在大昭寺可以看见它的壁画早期的这个修的样子。当时的这个修建的布达拉宫样子呢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白宫和红宫应该是在这个中央啊，然后呢建立一个高9层的一个宫殿，然后共有999间，加上宫顶的一间，共1000间，然后上面还竖起了这个长矛啊，长矛上有这个旗帜，然后又那些旗帜像一个孔雀开屏一样啊。在这个布达拉宫的南侧，药王山，现在的药王山就是叫藏语里面叫加布尔，那上面是修建了这个后宫啊，后宫皇室。然后这个也是高9层，当时这个修建的主要外面颜色基调是一个红色的样子啊。然后这个两宫之间呢，又修建了一座以银和铜合成的一个天墙啊，来回通往。然后呢，这个布达拉宫外围修建了3座城墙，其中最外墙呢最高最厚，第2个墙叫老虎墙，第3个墙叫狮子墙。这个四周呢还这个设有哨兵啊，非常壮观。然后这个布达拉宫的东侧还修建了一个跑马场。据史料记载，这个跑马场呢是一个长500米左右，然后高呢3.5米左右，然后宽30米。上面是这个放了木格子，两侧又有这个栏杆，栏杆上面串起了这个璎珞，非常的豪华。然后说有这个一马奔腾于上面啊，就有上千马奔腾之声啊，非常的这个壮观。